啊，你今仔日哪会穿甲安尼？哇，真舒服的感觉呢。我已经准备好要去放假。哦，要去度假就对啊。度假去佚佗啊啦。哦，要去倒放假。今仔日要去的一个所在咧，甲这有特别。哇！你有看买这是倒位？这是台湾吗？这不是台湾吗？这不是台湾，这是帛琉。这帛琉啊，帛琉我唔捌去过啦。你唔捌去过？我真正唔捌去过。你唔捌去过？帛琉，是袂使帛琉唔捌去过你啊！你是的，啊，无你介绍，敢袂使帛琉无去过，奇怪。这所在你一定有去过。后一张，这你一定有去过。这马尔地夫啦。对啦。天哪！咱今仔日要去佚佗的这个岛屿哈，一点也不输这边啦。哎呦，甲马尔地夫边水。也差不多水。安尼哦。啊，文化搁较趣味。安尼。嘿，紧甲介绍。今仔日要去的所在是，因为我主持足久，我已经有地位啊。今仔日要去的所在，就是。这是对。北欧。哦，北欧哦，哎，足像的呢，这就是马尔地夫的呢。马尔地夫有一种讲法啊，甲帛琉同款有七彩的水，无讲的深浅呐，安那啊，北欧拢看有。哦，对啊。所以咱今日要去遐生水。生水嘛，你搁较有兴趣的，唔是生水吧？是去食物件。去遐食物件哦。一定啊，就特别就在地北欧专有的美食。哦，在地美食就对。在地美食。安尼我请两个气象小队的队员，是。一个嘛爱食，一个爱食，搁爱煮的。哎。嘿，啊，另外一个吼。拍美欧的，拍美欧一定，就欧的，唔惊拍欧的，张金路啊，哎喂啊，小派啊，拍美欧，我唔是欧，我是强用小肤浅呐。你是安那变遮红遮红呢？你哪会变遮红着？我头早去陪我打队啊，呢我拍一个哦，太红了。你拍落袂，我会变红。嘿，红赤你知道？红赤，赤。啊，你是定定爱煮海产？嘿，我就爱煮诶，我想讲你那怎样爱食过爱煮。我甲你调查过啊。哎呦，害我就紧张的，你上厉害，你上厉害一道料理是啥物？我喜欢清蒸小卷。清蒸小卷，干煎中卷。伊这是算讲，你若放在水内底，迄是水煮；你放在水顶悬用滚的，迄是用吹的，迄是袂去放在下骹去。唔是，你要清蒸的。哎，无我甲你讲，你这唔捌。海产就是吼，若是有青就爱安尼食，迄原汁原味才食会着。是啦，我还要讲的。你若是讲像复杂的料理方式哦，迄海产的甜哦，你就食无啊。这怎样食？你是是不是应该改这怎样食？你讲一个海产较复杂的料理。复杂的料理是无？清蒸。好，来欢迎咱台湾电视来加坐。嘿啊，今仔日我的导览先生呢，就是在地的，伊是一个吃货，像是吃货，赶紧赶快，吃货，你唔是啊？我就是一个货。像改讲，你拢爱食货嘛？好啊，我的导览先生呢，伊唔那熬食嘛熬耍，伊自细汉伫澎湖大汉啊，龙虾啊、乌泥，伊拢是3顿食到饱。这就是澎湖人的生活，啊唱水啊、跳港，伊拢是逐工咧耍。啊，讲到一片大海呢，好食好耍的所在，全澎湖无人比伊较了解。欢迎我的导览先生，嘛是咱的老朋友，超级旅行家小花老师。小花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用尻川花摕旱岛路开船的澎湖人小花。那也无用手啊！啊，你唔知阮开船吼，因为迄个旱岛路用尻川开啲目睭较看会清楚。安尼哦，较早
迄古早的时阵，伊的番豆就是一支叉，一支啦系啊，你爱换，啊，所以你若用手换，你个啊，对对对对。啊，所以我拢用尻川换番豆路安尼开，换一个，换较好，好来，准备好啊！来哦，上山落海行透透，跳水皮食食好料，海海人生上界赞，多人陪哦，我是狗。唔对啊！哦，多人陪哦，我上狗。唔对咧，我是狗，你才是狗。拄则吼，小花老师伊讲吼，用尻川换番豆乳吼，我甲恁讲一件代志。我最近我考到迄个小船的驾照。动力小船，哇，100分的，拜托。哎呦，开几倍吧？什么？我真正读2个月，因为我有人甲我讲哦，你若热人时吼，开船去平，迄平哦足好耍。都因为这句话，我去考这个驾照。所以今年热天你要去朋友开船，我等你。安尼，尻川摕番豆乳。老师无甲我教去教啦。啊，你老师还蛮教。我去遐，你才甲我教。好，无问题。我若热人去平的时阵，你第一个所在你会带我去倒？第一个所在带你去倒？热人的时阵。热人的时阵嘛，当然是带你去跳港。跳港。嘿。哦，跳港我跳过啊。我嘛跳过呢。我知。搁来一个。海底油桶，海底油桶。海底油桶。海底油桶，这应该你捌吧？这我唔知配。朋友有全台湾第一个海底油桶。唔是，绿豆是后来做的。哦，你讲去架配迄个油桶？呛水落去架配海底油桶。哦。海底油桶。哎，这唔捌去过对不？哦。唱几米？迄真简单啦，6米。自由潜水就会使啊，你无一定爱排干啊。6米你有法度吗？当然有法度，拜托哎。啊，来看麦都知。自由潜水嘛。自由潜水，自由潜水我没潜过啊，我第一次潜过。还难讲，都会去啦。你讲到3米，你的鱼缸就要表你，咱要开始啵啊呢。你袂晓煮食，你来讲我最爱煮海产。对不？啊，你袂晓唱水嘛，讲6米学凊彩。你足敢讲的呢？对，早条就是爱先讲在头前，才袂互人看袂起啊。那阮较早咧唱水的时候，我拢炸便当去，因为唱20米啊，会枵你知？10米我会枵，我都哪食？唱水了后，拢会足枵。食的朋友特色的食物，你会想到啥？朋友特色的食物，我会想到迄个花菜干。我想到马上流嘴软。伊迄个花菜干吼，我第一届食的时阵，我想讲伊是安那？你有迄有新鲜的，有青菜好食，你无爱食，你要食迄拍过的菜干。我才知哦，原来这个朋友这个所在，你要种菜无遐尼简单。所以你有生出来的时候，你先甲拍干，等你无青菜好食的时阵，你再用迄来炒。无错。啊，到尾啊，我讲迄个滋味迄调着。对，伊迄味，迄口味吼，迄香气吼，真特别。酸酸安尼。对，上介好食。真咯。啊，你应该想无啦哦。我食过朋友拍的西瓜面。西瓜面。嘿，西瓜面啊，煮的海产，拜托个你唔通安尼看我。你莫摕台南的讲来摕我，甲你讲。无啦，我甲你讲，朋友嘛是有西瓜面呐。真的，因为就是你拄仔所讲的，啊，佮以前古早时阵朋友，鱼港无遮尔好呀，啊，所以有足侪菜拢会家己拍搭，来做料理。较好保存啦。啊，你敢有？我食这个物件，我跟你讲，恐怕。恐怕，难道你讲拜托就恐怕？特别咯，迄个插头刀。因遐是朋友的头刀就好食。对无？你拢食迄个海底，我拢食迄个浮起来。但是即马足少啊，是毋是？朋友的头刀足少。其实朋友的山产啊，就是这蔬菜啊、土豆这种拢少，因为朋友的土地吼真歹种植，所以少。但是因为一般的土豆，比如讲人可能2个月就好啊，阮那3、4个月大发得好。你看，所以迄土豆拢特别甜、特别香。嘿，较慢的土豆真正拢较甜，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发。嘿，安尼阮这是讲，甲你今仔要倒来物件拢讲了。安尼我会当。
海刷擦迄个土豆呢？用刷擦土豆，你用刷，用迄对对对，阮用刷还是用 logo， 就是用珊瑚胶落去擦土豆。哎，是不是有天然的香味？因为土豆吼，你若直接落去擦，伊会臭火焦。啊对。对，所以你爱用迄落去擦。啊，为什么阮用海刷加迄个 logo 落去擦？因为伊本身就有海盐嘛，盐的。啊，落去搁互迄个土豆会当均匀受热，袂臭火焦。啊，不过有一味吼，我甲保证，恁绝对毋捌食过。无可能。我心目中吼，澎湖上介好食第一名，No.1，你绝对无食过。你袂使讲恁妈妈煮的嘛？对。哎呀，阮老母煮的姜母啊，安尼哦，你有对，真厉害。吼，啊，姜母啊，逐位拢有啊，有啥物特别对无？阮妈妈迄姜母啊，真正是足厉害，迄控出来迄个汤头吼，哇！我甲你讲，我毋捌你别位食过这个口味。我唔信。哎，你我唔信，无无可能。你卖可能啊！今仔无这位朋友，今仔。就等我者，你今日若无姜母，你就阿母爱来。哎，老花恁两个跟一个。老花姐，无食到的受。无，我甲你讲，你莫紧张。伊拄仔讲吼，伊拄仔学会晓开船，伊要用尻川摕韩刀路开船来澎湖食阮老母的姜母啊。哦，所以我等你。安尼会使，安尼好啦，无来看笑话都咱会用。是啊，真是无法。是啊，来欢迎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伫澎湖白沙乡来的小花哦。啊，讲到澎湖，大家拢知影澎湖真侪好耍好食的所在。啊，讲到食呢，澎湖大家上知影就是好食海产。但是呢，今仔我无要介绍澎湖的海产，因为吼，迄还无够开。我今仔要介绍澎湖足有特色的古早味。哎呦，来看者吼，这是咱的这个一种章鱼，叫做石骨。是阮最大胆的时阵，定定看会到的一种章鱼。你讲伊叫石啥物啊？石骨。石骨哦。系石骨，这种章鱼，阮在地讲法叫做石骨，伊的学名叫做鹿儿岛鸮。哦，伊学术上的学名叫鹿儿岛鸮。日本人。为日本吼，日本塔口。唔是日本塔口，阮没有。鹿儿岛呢？对，就日本嘛有啦，就是讲这种物件，日本先命名，就是号名，就是因的名。哦，咱可但是咱澎湖嘛有啊，台中嘛有啊，吼，这些所在有。拄啊，无食到姜母鸭，无食到，无。各位想起对无？不要紧，阮今仔有准备比迄个阮老母迄个姜母鸭搁较好食。这语病，伊讲伊食过姜母鸭，就是啥物？姜母鸭，阮老母煮的姜母鸭。你莫紧张，我袂吼家己现脆配，因为呢，这味嘛是阮老母煮的。来，石骨滚排骨。这味吼，我甲你讲，你上爱叮当哦，上爱叮当哦。我先甲你警告，你若啉落哦，以后食袂着，莫甲我哭哦，因为我家己拢几啊年无食到这味。因为吼，这个石骨滚排骨，这味真正足困难的。原底制作单位去找澎湖山要买着这味，完全买袂着。到尾也无法度，我去拜托阮老母讲，拜托我今仔要录影，你会当帮我滚一段，互我早来录影。伊的口味真特别哦，这石骨是安怎吼？伊生伫海的，伊真趣味。最大胆的时阵，吼退潮的时阵，伊会熟出来。伊会一只伫咧石头顶悬咧跳舞，所以阮咧掠石骨就简单，你远远看着一只章鱼伫遐跳舞，掠泉水，迄就是石骨，掠起来。吼，为什么这味遮尔难得食着吼？因为咱来后一张吼，因为澎湖人较早古早的时阵，咱都有讲过。生活足困苦，无冰箱，所以冬天你若要活落去，足侪物件拢爱晒干，像这足有名的小根干、鱼干，啊，这个石骨，阮就晒做石骨干，哦，后一张就是阮的石骨干，哦，这石骨干为什么真困难呢？你要晒做干吼，差不多要晒7天至10天，澎湖日头赤牙牙，伊晒起来那外星人对无？像那火星来的，吼。这吼，另外一个最重要就是，伊差不多5斤的石骨拍做1斤干，哦，所以这真正无简单。足珍贵吼，嘿，足珍贵呢。哦，本人本人出来看者，哦，所以即摆咧澎湖吼，这石骨干1斤爱差不多1800块才买得到，足贵的哦。足贵的，1斤1800，真正。安尼几只？差不多5、6只。
所以一只差不多要300-400块。哎哦，呦你，算贵算贵。嘿，啊，今仔日咱用今仔几只？用差不多半斤落去滚。你若一般咧餐厅啦，吼，你一道无上万，你无可能食到这项菜，这味你食袂到。啊，阮即马要食到，一般拢是人结婚啊，去食喜酒的时阵，才食到这味。这个材料毋是清清菜菜创会到的，哦，所以今仔我托你们的福吼，阮妈妈滚这点来，我较等下留一碗互我。食到这碗会感觉足感恩的呢。嘿，嘿啊，伊就感觉足家常的，但是家常的好滋味。是，哦，伊的口味足特别。嘿，足清的。嘿，因为这个口味、这个香味，敢若这石骨干搭有的味。啊，这个石骨干甲这个菜头哦，嘿甲这个山楂哦，安尼哦搭配了足好。是，足对棒吼。这是朋友介有名的一项菜，石骨对我甲妈干排骨。妈讲一声谢谢。啊，好，妈妈因听到，妈妈因听到。我妈谢谢，好食。哦，哎，啊老师啊，我有问题，这足细只呢，奈外等伊大汉，较大汉会卖较好你诶。是讲我那小 baby 狗来摕来对拍啊光？无，其实来讲，这是上大只。这种鹿儿岛鸮吼，伊就是较细只的章鱼，有的章鱼较大只的，得1-2米、3-4米，伊上大只差不多安尼啦，啊拍光个揪起，差不多安尼。哦，啊，你拔光，啊，你来滚，咱有来滚真久。对，因为迄个肝吼，无你剥看卖，我保证你剥落去，喙齿留咧顶头。伊来去看看顶这是要看顶头，无法度剥袂法。这种物件干那滚汤，啊，拢爱滚差不多1-2点钟，才会入味。啊，但是咯，恁汤内底应该有食到伊食起来 QQ 的。有，对，这在滚汤滚足久，互伊气味走出来。好，刷落来，咱来介绍朋友的乌金。哦，朋友真有名的另外一项食物就是紫菜，阮叫朋友乌金。啊，朋友乌金吼，特别是安那冬天，阮东北风足透。伊平常时袂发，爱足冷，风足透，海水拍起来，才会开始发。啊，一般阮的紫菜搭拢爱用标的，就是你爱冬天的时阵，你爱去标迄个山款，你标到迄块紫菜搭，你才会法度去挽迄个紫菜。啊，就是讲这冬天你标到，啊，挽偌济拢算你的。好，啊，这是另外一个岛树上大的紫菜，叫做高波树。啊，高波树较特别，高波树是伊是卖迄个鱼证，就是一张1000块。啊，你时间到吼，大家走去去哩，啊，家当用手挽，用手在一头安尼挽，啊，挽偌济拢算你的。啊，因为乌金足贵，1公斤拢超过1000块以上，伊要发出来的这个过程吼，无简单。嘿。我分享一件代志，我顶礼拜等去彰化，啊，我去大埔遐去食一间在地人推荐的好料理，我就点一个紫菜汤，我讲这紫菜哪会遮好食？我就叫头家娘啦，这哪有可能紫菜遮好食？伊讲啊无啊，就这个平湖买。正平湖的紫菜，敢会好食？啊，伊甲我讲，若平湖有当时啊，佫买无的时阵，伊只项伊就无爱卖。是对吼。嘿啊，伊会使用别所在伊种伊讲伊就是爱用这平湖，这个气味才会食。无迄个气味。你讲足好食是啥物意思？啊，煮紫菜总是无啦，伊迄个就是迄个菜的灵魂呐，你知唔知？对，你是就感觉汤味、海味。你食着迄，你就参是伫大海内底游泳。你会感觉你哪唔捌食过这种紫菜，你哪会生做安尼？什么伊洗做安尼是安那洗到就歹看。唔是，你的气味哪会生做安尼？哦，你讲好你笑的口感啊，对，你一般你若唔是平湖，你食共款是紫菜，看起来一模一样，但是食起来无味。对。啊，平湖紫菜有一个足好食、足香的香气，无法度形容。像咱拄啊迄石骨干，你无食着，我无法度来讲石骨干的味就是安尼。今日敢食有，无法度形容，只有食着才知影。对哦，对，真正这所以味乌金即嘛就，伫咧倒位，我金无，但是但是来给刷落来，花菜干，你上爱的花菜干，我跟你讲，花菜足特别的咧。阮今仔吼特别嘛，请伊本人来到现场。哦，本瓜，我就来啊！啊无籽呢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同款是阮老母拍的，因为我嘛买无啦，我就叫阮老母吼帮我家拍的。拍看啊！你那逐项拢买无啦？平湖冬天，阮拄啊讲无冰箱，啊，你为着要过生活，所以所有的鱼啊、小卷
还是章鱼，还是像这花菜，咱拢爱想办法甲伊晒干，互伊当放到冬天，因为冬天风影大，澎湖规海拢是鱼，但是你嘛无法度去掠，共款无菜通好食，所以阮都爱晒干，等到冬天。冬天足长的嘛，4、5个月、5、6个月，你爱有法度生活落去，所以得晒干。因为即马有即个冰箱，大家无需要安尼啊。这就变成古早味，就是讲即马反正是你要食无一定食会到的物件。吼啊，所以这是迄个气味其实是因为伊晒过，有一个发酵的味啊。但是这就是天然的味啦。对，无错。因为即马就有就侪化学添加。若是伊无迄种味，伊一定就是人工加工伤济。好，啊，刷落来继续哦。刷落来吼，甲你讲，今仔要互恁食甲真欢喜，所以呢，来爱柴米。好吃花生啦！好吃花生，好吃，嘿，要食花生。有提示。嘿，莫紧张，莫紧张。即马来吼，你爱约着才有通食，约唔着吼无通食。你唔通安尼，你好好讲。无你足激动啊，我定爱安尼。好来。第一题哦，这是提示吼，伊是一种点心，走啊，伊是一种点心，唔是做啊本人吼，伊甲伊有一点仔关系，但是唔是用这做的。你若看到这项点心，就表示好事发生，甲这题目有关系哦。我点心，我记一个迄个仙人掌，仙人掌冰啊！不是啊，这唔是乌藤粿。乌藤粿，什么仙人掌？乌藤粿啦。对啦，我嘛知啊，乌藤粿，乌藤粿，乌藤粿吗？这乌藤粿跟红做啊无关系啊。跟这有关系吗？嘿啊，好事花生究竟是虾米点心呢？咱来看。哦。就是这，叫做糋粥，伊的名甲伊足像，甲伊无关系。糋粥，伊的名叫做做糋粥。糋粥是啥货呢？伊是用迄种糯米的脆落去做的一种点心。糯米脆，嘿，糯米脆落去做啊，用煎的，吼啊，所以叫做糋粥。糋粥的这个讲法甲粥啊，其实完全无关系。伊内底无粥啊，内底无粥啊。但是伊的名叫糋。嘿，啊，我有去问长辈啊，伊讲吼，较早点心若是用煎的，嘿，就叫粥，就叫粥，粥就是这是伊的名，炸过的点心的意思啊，本人伫遮。好，虽然你无约着吼，我今日，但是本人足大粒呢。伊看起来跟无因为即马有的人做这细粒的。这一个问题，这是不是爱扑起来，敢若一个棒棒糖？无，歹势吼。这是等煎好的时阵，伊扑起来，啊，因为阮对朋友炸过来，所以小块消风啦，消风气啊。啊，一般来讲吼，完美的就是无包物件，啊，有的是会包土豆，有的包红豆，吼。啊，为什么讲好事发生？就是吼，一般啦，你若看到糋粥，就表示恁兜有好代志要发生。比如讲，娶某，吼，一般咱娶某是毋是新娘爱献迄个喜饼？阮朋友人搞礼数，你娶某了，阮讲。新娘献迄个饼，阮男方献糋粥。假啦，就是一般无安尼，阮朋友人搞礼数。啊，若比如讲，咱若是做新船，吼，比如讲做新船落水，阮就会等糋粥。这糋粥你食起来，你有想到啥物？咱之前捌食过，像讲啥物哈？无啦，重点是我这原味，我内底无聊，我唔知要讲。无这个口感，这个口感嘛。无，搁食一粒，搁食一粒。哦，迄种花好月圆。咁花月圆。炸汤圆啊。我知芝麻球。哦，芝麻哦，对。但是无向人家碰。对。嘛。啊，这较大粒。较大粒。哎。一般炸芝麻球是用米粉落去温迄个麻落去煎，啊，这是用。煮米麻脆，啊，你咧，你感觉你食起来怎样呐？这头就好食啊！我食点花生啊，我好事花生。哎呦，北方有好事花生啊！恭喜！好，要互你体验一下。哦，恁兜你搁要娶某啊？无，因为耗子吼烤着白。啊对。好，我们来蛋糋粥。好，来，啊，准备一下，物件准备一下。哎，不对，哎，对。来，我准备。我不要这。这活动阮好做蛋糋粥，蛋糋粥，嘿，
系我嘛爱好来我嘛爱耍。来啊来啊哎，抓紧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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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哦！哎，你哪来卖我？接啦！你先管，接啦！接啦！我一个两个。啊，喊慢啦，落来头卡啦，真喊慢啦！好事发生啦！哇，完蛋没规，你看啊，规袂歹，好事发生。哎，阿你好爽，那阿你，你是红开来啊！最后你。所以这个活动叫做蛋祭祖。你看到有汤干嘛有饼，但是其实就是讲老热的时阵，阮会牵祭祖、牵麻糍、牵汤啊，哎，大家都福气分享啊。老热的时阵，生囝的时阵，起新厝，新船落水，啊甲烤条白。好，啊来。咱大家请坐，来个继续来有第二题。其实这个活动足欢喜的呢，真好势。伊咧分享讲伊的喜悦，啊，咱嘛接着啊，就是大家拢来，比如讲有人起新厝，阮遐有人起一间新厝哦，等1000斤的建筑，1000斤，迄头家讲你真正要引1000斤去等，伊讲对，因为我想要甲我这欢喜吼分享给全村。第二题，这题我甲你讲，这厉害啊！平湖上好料的粽，伊甲这有关系，吼。海螺啊壳，哎，伊是粽嘛吼，这生做长得很像粽子的贝壳，对无？阮用虾米来包这个粽呢？大家要看卖啊！这款料理敢若平湖食会到，这我知，是一种粽，平湖的粽。你知你讲，我真正知，你真正知？而且迄个粽唔但好食，搁歹饱。哎呦，有哦，有哦。我有一个朋友是平湖人，啊伊有开餐厅，啊伊大概要5月节的时阵，拢有餐厅办活动，啊来包迄个粽。对。伊是大粒的蛤蟆，啊内底放糯米，啊搁放料，啊落去包。你唔知吼？无啦，我唔知啦。我是感觉伊内底是规粒海螺，啊，做甲迄个是海螺是米的，蛤蟆，我看到是蛤蟆。算讲安尼诶。伊约着都是大壳包粽。来，再来。好，啊，这真特别吼，因为这食起来吼，伊口味拢海味。啊，一般阮是清明的时阵吼，阮清明会拔这粽，啊去拜祖先。啊，拜祖先了，你陪亡陪了，咱就点样家食掉。啊，所以阮有一种讲法咯，你若是清明的时候，恁祖先的墓头，若是无放这个食过壳，表示这个祖先伊后代无有效，还是伊无后代啊？爆炸啦！这叫大。伊哪叫啥物？阮有2种讲法啦，吼，因为阮无共腔口，有诶讲大壳粽，大壳，啊有诶讲大ham粽，大ham粽，还是讲大ham包饭？这应该叫小ham粽。有够烧的啦！我说真的，这原来有烧爱烧个好食。你真正是用这大的蛤啊，真够讲哦，当做迄个肉粽叶。嘿，粽虾甲包起来，粽虾甲包起来安尼。对。啊，你外口无个包粽虾就对。无，伊就是安尼剥的，啊，落去吹。啊，伊迄定爱请爱活的时阵吼，甲伊切开了，伊迄个干贝内底干贝切断，啊，甲迄炒好的料甲迄个糯米甲冻入去了，啊，剥起来。哎呦！而且是清明的时阵。清明的时，我甲你讲，我家己本人吼，差不多将近10年无食到这味啊。啊，今仔日哪有这味？啊，今仔是咱的制作单位吼，为着今仔这节，因敲电话敲朋友每一个餐厅去引来的。哇！因这用心，咱制作单位花家高的一个，哎，真正最用心的。地开。哦，你袂凶啊？我亲的呢。我甲你讲，你海嘴爆落，哇，这个口味，感谢制作单位啊，后壁咧暴动啊，吼，恁遮用心的啦。哎，但是浩子哥，你全台湾食透透，你唔捌食这？唔捌啊！所以我足感动的，因会使去找到这样传统。我嘛足感动，真正我家己将近10年无食到。那你食啦，你今摆在食。我特别的。做伙食。吼，啊内底这干贝一定爱食。干贝一定爱食。这是啥物款？啥物款的大蛤蟆拢会使做吗？无，我拢用这种大蛤，这是算寸秋算中型的。伊若大只，我上大只是差不多
3、4杯，哎呦，足大懵。啊，要钓这真麻烦哦。阮要钓这个叫上大汉，因为一般的蛤蟆，你是咧沙滩用白，对对，当钓着。这种蛤蟆爱用上的，啥物叫做上？就是日头要落山的时阵，海水平，啊，你去看，因为伊活的时阵，伊的雾水。等，伊拢无咧听呢。伊食的伤认真啊。安尼来干杯啦，做伙食。伊食敢唔知影？这真正爱好好啊，甲食者。透视人第一摆食到这上界在用要失传的物件，叫做大壳粽，嘛叫大咸粽。是，这是食一个这个地方的气味甲记忆。你只想永远袂讲袂记得这个所在，才有这个物件好食。是，来自咱平湖的大壳粽。你目屎我看到啊！你哇，足感动的。哎呦喂啊！我嘛足感动的，我46年唔捌食过。头一届食40年捌食，我46年第一摆，够赞。上尾我来介绍另外一味我上介怀念的，还佫有，哎是你怀念的。奶奶的古早味，啊，这是我心目中第2名的朋友的食物。还有包包，对啊，哎，脆丁哦，哎，伊甲这有关系，脆丁，你甲这有关系？甲这奶奶有关系。古早味，你就适合呢。这是一种点心吗？一种点心，是甜的还是咸的？无调味，无调味，但是食起来甜甜，食起来甜甜。好啦，仙人掌差不多爱出来了吧？你要看卖哦。乌糖串冰。蓝炼乳，甜甜的古早味。奶炼乳。我你也是读起来好。无对吗？够无？你讲。我想朋友咧开餐厅，你应该是乌糖粿蓝炼乳。你等能量。乌糖加炼乳。拢唔是。好，咱来感应一下，来，你奶奶吼，来感应一下，到底这是啥物？唔是甜的，有天然甜的。对。点心。椰树粿咧。好，等下回咧。天公圆，哈，天公的奶奶。这是芋圆吧？唔是芋圆，伊是用蓬莱米，蓬莱米落去磨迄个脆。料落去做，伊食起来甜甜，但是其实拢完全无调。啊，伊这个形要安怎做？伊就是用手落去做形，做成一般是五粒奶奶做一盒。每年敢若过年时啊，拜天公的时阵会做，所以叫天公圆。因为外形看起来那奶奶，所以大家拢讲天公的奶奶。这味我足怀念，因为阮较早我细汉的时阵，阮无啥物食物啊，阮阿嬷拢会，逐年拢会做，但是阮阿嬷90几岁。打过身去，这是阮妈妈，吼，都恁今仔食好料，足侪拢是阮妈妈做。我今年过年甲阮老母讲吼，我足久无食到阮阿嬷做天公圆，所以今年阮妈妈就准备这个菜，互阮后生甲阮这外甥做伙来做这个天公圆，所以我今年过年当下食到这个天公圆，就是安尼，这无简单的一个古早味。OK， 好，所以啦，有机会若要食这个好料，一定爱来阮平湖才食得到，谢谢。多谢老师，谢谢。今仔日这所有的物件，我感觉吼，迄个倒咱好朋友会使叫伊卖出来啊，咱直接通过啊啦，真的啦，哎呀，好啦，哎呦，后壁更加厉害哦！我唔相信，这真正有够厉害啊！无可能啊啦！哎啦，拄则你的大蛤蟆站已经收买我的心。迄是王牌哟，迄王牌啊！无啦，因为王牌是伊的好朋友。真的，你够厉害！真正有厉害，才通叫出来呢。来，我好朋友吼，伊身份真特别，伊是一间学校的校长。吼，平常时吼，校长毋是拢足正经咧教书，伊吼无正无经。安尼，OK， 你这样我上教的。无，伊除了原底的教学以外，伊阁甲足侪咱平湖真特别这传统的物件，放入去伊学校的这个教学内底。所以呢。伊今仔来，我特别邀请伊，就是讲，有一寡阮平湖早特别的，这文化上元的时阵有食到这红片菇，我请伊来教大家来食这红片菇。好，即马就爱邀请伊的导览好朋友，创意囡仔王郑校长，欢迎本健。你好。
来，这我探朋友咋来的盘手，红片菇，红片菇你好，来探修，嘿，红片菇啊，探修，想要跟红片菇。哎，啊，无真正包真正食落，无真正食落去哦。哎，等我紧嘞，因为买你我。已经这袂当讲，赶紧说一快讲，不是，我摕咧手里，伊做咧变糊，敢若沙安尼。嘿，无唔对，呼呼的，因为伊是自人无爱的蚵仔壳来做的蚵仔壳菇，是阮平湖车坎国小一个老师的创意。嘿，这不是红片菇哦，这不是红片菇哦。国小一个老师的创地吧？哎，要讲创意啊！伊嫌咱规只甲食落。一般的红片菇伊是果啊嘛，对嘛，因为大家知影，阮平湖过上元，也就是元宵节的时阵，阮庙的拢会吸菇。啊，是安怎会吸菇？因为这个菇是一个长火寿、个福气的好吉条。啊，另外佫一个原因吼，伊的国语的发音。龟，甲龟来的龟共音。啊，平安龟。对，阮朋友做侪土海人，所以去吸菇，希望讲伊会当安尼平安倒转来安尼。啊，所以找龟。对啦，对。但是咱上元的时候，咱是食圆啊，嘿啊，所以足无共款。头拄啊，大家看到迄是车坎国小因做的蚵仔壳菇。其实这几年阮朋友做侪学校，甲这个吸菇的文化吼。甲设计做课程，做侪学校甲这课程教学生囡仔，拢真有特色。我来甲大家介绍一下。亲像第一张相片，迄是阮原来合肥国小，因去海边啊捡人迄无爱甜的浮球，顶下贴的浮球菇、浮球龟。这足环保的咧，这是一个环保的作品。这好。啊，第二张，这是我家己服务的学校，龙门国小，阮教学生囡仔家己包细包的米。啊，家己贴的细只的米菇，啊，第三张这个愈特别，这是阮学校的老师，阮老师吼做迄吼差不多双手遮大只，阮笑讲这是全平湖上界细只的米菇，超迷你龟，连阮迄外国老师啊做咧都感觉足趣味的，感觉足新鲜的安尼，啊，所以吼，这阮甲吸菇的文化改变做课程，啊，若有人客来学校参观。阮就请学生囡仔来甲人客做介绍，啊，我有注意到吼，阮的囡仔嘛因为安尼，对这平湖的文化安尼，感觉足有信心，感觉足公平的。因为伊咧做的时候，拢是用在地，比如讲伊捡到迄个浮球，就来做这。我讲你会使，比如讲你甲新竹因的公园合作，做伙来做一个。贡丸菇，贡菇，你敢若无同安尼买，卖贡菇，卖贡菇，所以有啥物就拢用啥物来做这在地文化，就地取材啦。对。但是这比如讲，伊这有可能是伫咧拜迄个土地公伯啊遐，啊用这个吸菇，是不是安尼？对，每一间庙庙拢有，每一间。所以因拢有家己的创意，看是五花十色，逐款的菇拢有。嘿，我记得我敢若捌看过用黄金做的。嘿，对，无金，你来行。这是信徒家己的创意吗？嘿，这是算讲较早吼，有人要去下元，啊献互庙的金菇，迄正港是自金仔来拍的。吼，啊平湖上大只的金菇吼。一开始差不多36两重尔，啊，到今年已经425两，价值超过3000万，嘿，准上界大只的金菇。你知影是安那安尼无？唔知。因为你若是啊去吸菇啊，啊你有吸到的时阵，你就要行愿，而且你愈行爱愈大，对啊，所以迄菇会大只。但是咱拢无3000万的金仔无，啊，恁知有？3000块是有啦，3000万可能较难。啊，咱若是爱去做，还是咱用果仔做好啊啦。这做当然无帮咱准备黄金吗？可能无咯，伊无传。我传菇哦，阮校长传菇要互恁试看卖啊。咱凡事无3000万会当去吸一只金菇，但是今仔带咱各位来宾。来试一下，来做红片菇，好唔好？好，来，各位小朋友，我今仔就大家当做小朋友啦，哇，这感觉足亲切。红片菇是自红片，也就是菇仔粉，
菇仔粉就是咱炒熟的糯米粉，啊，再个掺糖加尖椒油做伙来做。香蕉啊，所以其实这种会当食，有一个最特殊的气味。对啊，就是古早味啊。对。啊，今仔日吼，甲大家准备的材料吼，你们先偷食呢？啊，你这未做就先偷食。变无尾吹了。这材料吼，有牛的身躯、头、尾，啊，甲四支脚。吼，头前者吼有已经做好的红片菇，互大家做参考。所以今仔咱等下要来一个比赛。哦，比赛看啥人个出头上济，啥人吼上有创意。嘿，所以等一下吼，大家自由发挥，看你有啥物想法。这菇的头尾甲脚，看你要安怎斗拢会用的。斗好了后，等下咱会讲要做这笔吼，问这红菇这色素。啊，大顶悬吼，你会当家己画只久的花蛇、画目睭、画目眉，啊，伊脚只片只擦色拢会用的。吼，重点是，你做了后，做好了后呢，你爱甲大家讲一下，你做的这只久主题是啥物？有啥物意义？安尼大家拢了解吼。了解。好，啊，即马咱比赛要开始了吼。来，好，来，啊，这是色素，这种会当对。来，小花你嘛做一只，来。我负责做裁判，所以我免做。我是老师呢。开始啊！好，来哦，诈骗集团遮济哦，大家爱做伙来做这哄骗，顾较袂去互哄骗去。哎呦，袂歹哟。对，咱国语叫防骗龟。防骗龟，哎呦。这就有意义的。对哦，我若逐摆食到红片菇咯，就想着做囡仔的时阵，迄阵也无啥物死修啊通好食，啊所以拢做期待哦，若上元的时阵，咱去庙安尼拜拜，吸一只红片菇当来食安尼哦。哎呀，去无着毋就无通食。公菇啊呢？去无着毋就是去用哄骗。哄骗啦，也无咧骗啥。你若是无买，就是比。菇笑比无尾。哇，你这只真特别。哇，老师真介意你这只。你就敢若讲伊。唔是啊，迄就因为我真正特别嘛，菇王。耗子要开始出色啊哦。哟，你个要上心。对。哦，你个小心那个加一哈。哎呦，这有厉害哦，这。大培做这只够水的啦，但是咱是要做菇呢。我甲你讲创意，你是个创意囡仔创意哦。这嘛就是阮教学生囡仔吼，做这家己动手做红片菇。是。除了互伊知影传统的文化，嘛互伊的创意安尼吼，互伊发挥一下。我好啊。哇！啊，你也想好，等下甲大家介绍这只叫什么菇哦，吼。我嘛好啊。哦。哇！希望讲大家若做了感觉真趣味，朋友吼上元做老热的。人讲新正算3天，上元算3年。哦。所以邀请大家吼，欢迎大家上元来朋友翕菇。阮拢当做咧上老的是迄5月花火节。哦，花火节当然嘛介出名，但是上元是恁在地，真正在地。正港国较有在地。花火节是互遐观光客。是无错嘛。安尼好，我嘛好，咱完成啊！好，来，咱为咱这来宾开始好，大家介绍一下。这只菇叫做啥物？我咧讲，我这菇厉害，你无看这朋克的。哦，暴走咬钱龟。暴走族。暴走，因为哦，夹子爱紧。所以我这做3卡。三角兽。三卡那跟人迄夹子的三角兽有无？迄周子是毋3卡？收钱敢3卡呢？周子有4卡，无卡3卡是家己的。哦，我知影。头前2只啊。头前2卡。2卡啊，1卡是掉。暴走咬钱龟。暴走咬钱龟。水。这是元宝。哦。这个是钱财归你。哦。钱财归你。上面撒这个呢，你就当作是那个钱币的概念。好，嘿。你看我这拢是圆的，伊头嘛是圆的，脚甲手啊身躯拢是圆的，啊这圆的嘛是零，啊是乌龟，啊提醒家己，逐工拢爱归零。啊无有当时家己自我膨胀，
家己当做神仙，安尼就唔对。哇，这个，归零，正经诶，真贵正经。新的亚米熊，你在社会标有无？你这一把来，这就是好子哥，来，来，小好，阿，我吼，我跟你讲，我这只就有心意，我这只叫做海海斗烂先生苏氏长虹龟。都是长虹龟哦，蛙跳跳，哦，因为都有人买了食掉，我个搁做一个买了足长足长，吼，表示伊苏氏长虹，高高长长。哇，厉害厉害！哦，这只无共款。哇，好，我会叫做你若是出去飞，你一定爱平安归。平安龟是蝴蝶，蝴蝶叫做啥？蝴蝶，嘿，但是伊若是转来了后，一定是平安归的啦。厉害！今仔日的最后，你若感觉咱导咱的内容袂歹，带咱这只龟，吼，叫伊带咱做伙来澎湖佚佗。郑大山决定进2、3要来去无？没，好，来，大家，来澎湖佚佗。我再存在恁来。还有